哥曼德獨特嘅作戰方式引起咗多個國家嘅軍事專家關注。好快，好多國家亦都陸續組建起自己嘅特種部隊。除咗英國哥曼德之外，著名嘅仲有美國嘅海豹突擊隊同埋三角洲部隊、俄羅斯嘅阿爾法部隊以及以色列嘅野小子部隊等等。台海如果發生戰事，喺大規模登陸戰之前，必然有特種部隊深入滲透嘅破壞打擊。兩岸特種部隊嘅戰鬥實力到底係點嘅？由於特種部隊作戰能力強，武器配備精良，又有海陸空三棲嘅運載行動能力，咁所以喺現代戰爭之中，通常都會被用作深入敵後偵察、攻堅，又或者係突擊等難度極大嘅戰術行動之中。解放軍特種部隊嘅前身可以追溯到紅軍時期嘅偵察班手槍隊。長征嘅時候，紅軍為咗強渡大渡河同埋搶奪瀘定橋而組成嘅敢死隊，亦都可以講係解放軍特種部隊最早嘅雛形。但係解放軍正式組建特種部隊，就係喺鄧小平推動軍隊現代化之後，特別係喺發生對越戰爭之後。據報道，戰爭初期，越南軍隊使用大量軍人特工襲擊中國軍隊，造成咗較大嘅傷亡。當時嘅越南特工全部係曾經多次戰勝美國特種部隊嘅高手，佢哋實戰經驗非常豐富。一次，越軍特工部隊襲擊咗中國一間野戰醫院，幾百名傷員同醫生俾越軍殺死，結果激嬲咗中國。中國亦都派出特工軍人報復，因而雙方爆發咗一場極其殘酷嘅特種戰爭。戰後解放軍嘅將領意識到，現代國際環境之下，戰爭多數會係短暫嘅軍事行動。同越南作戰嘅經驗表明，喺進行呢一種戰爭嘅過程當中，大量嘅部隊喺好長嘅一段時間內都可能冇辦法同敵人進行面對面嘅交手。但係與此同時，敵人嘅小股分隊又會不斷咁進行襲擊騷擾行動。所以中國有必要組建應付呢一種戰時嘅部隊。1988年，解放軍廣州軍區出現咗第一支快速反應部隊，承擔嘅就係特種作戰任務。構成呢支部隊嘅基礎係原先嘅軍區偵察部隊。呢一支快速反應部隊唔單止裝備咗新型武器，而且開始接受特殊嘅野外生存訓練、武裝籌導、散降同機降訓練。其後喺好短嘅時間之內，中國其他軍區嘅偵察部隊亦都改編為特種大隊。同時，海軍同空軍亦都分別將佢哋嘅陸戰隊同空降部隊按特種部隊嘅要求進行改編同埋訓練。一年一度的海量工作，今天正式开始了。大家都知道，登陆作战背水攻坚，难度很大，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真正的演习作战本领，把我们技术练军，一定达到海上行动自由。我们是光荣自豪的海边作战的队员，加入了神圣的使命。为搞好交通海量，有志的全体官兵，有没有志愿？有，手段有，有我平衡，手段有我平衡。海上集訓嘅一個項目就係接受抗高溫訓練。
那么这亚热带地区像我们担负任务是全方位的，因此我们暂时体质不行的话，完全不行。因此每年海练这个抗高温训练、适应训练也是作为一个主要内容。其标准就是什么呢？在烈日下能够顶住烈日酷暑3到4个小时，没问题。同志们累不累？不累。能不能顶住？能。顶住啊，小伙子们！看小伙子们后背撕掉皮了。有的人脱了不是1次2次，但是坚持顶住。这是什么精神？是陆战队员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俗话讲啊，冬练3九，夏练3伏，陆战队员就这么练出来的。看看这一个个，他是脱皮晒了以后，小伙子能不能顶住？啊？你掉了几层皮了？啊？2层皮了。除咗抗高溫呢類基本嘅體能訓練之外，仲有多項特種專業訓練，就係按照特殊作戰要求，加強喺特殊條件之下對特殊裝備特種技術同埋特種戰術嘅訓練。其中野外求生訓練當然係唔可以缺少嘅。每日每人3-2米換匙羹嘅鹽，對於進行超強度訓練嘅年輕人嚟講，可以話係非常苛刻。不過，只有呢一種破釜沉舟、有進冇退嘅訓練，先至能夠令到隊員發揮極度嘅潛能同智慧。我們要求我們隊員要負重在海上速度上萬米，還要學會各種車輛的駕駛技能。為了適應戰爭環境的需要，我們還進行空中跳傘訓練、熱帶地區、寒冷地區的適應性訓練和野外生存訓練。喺解放軍嘅軍語手冊裏面，對特種作戰有咁樣嘅定義：特種作戰係為咗達成特定目的嘅作戰，包括襲擊敵首腦機關、重要軍事設施同埋其他要害目標，以及為解救人質等進行嘅特種作戰。我們今天的特種作戰部隊，在未來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中，將要擔負高價值、多維化、多樣化的特殊作戰任務。它可能是在空中、地面和水下進行立體化的戰場監視和對敵情的監控，也可能是以滲透、超越、垂直機動等多種手段馳骋千里，奪占重要戰略目標和破襲敵首腦機關。同時呢，我們還可能以相對獨立的方式深入敵後，偵測重要目標，配合我方高技術兵器，有效打擊重要目標。此外，我們還可能擔負打擊恐怖活動、解救重要人質等其他極難險重的任務。戰術訓練之外，仲要做乘車作戰、乘船作戰、高空散降、翼散飛降、直升機滑降同潛水偷襲、野戰生存同高技術偵察等嘅訓練。部分隊員仲要求進行駕駛各種嘅車輛、船隻，甚至係直升機等嘅訓練。2006年11月，美國太平洋艦隊屬下一支海軍陸戰隊到中國南海艦隊湛江基地訪問，同中國嘅海軍陸戰隊進行咗2個項目嘅比賽訓練，一項係障礙賽跑，一項係射擊。比賽喺雨中進行。由於障礙設置同槍支都係由中國提供，又係中國軍隊平時訓練所用嘅，所以雖然2個項目都由中方勝出，但係難以比較出雙方真正嘅實力。喺2005年，應法國、德國同美國嘅邀請，嚟自中國北京、南京、濟南3大軍區嘅48名中國特種兵前往愛沙尼亞參加1年1度嘅埃爾納軍事競賽，咁分別咧同上述3個國家嘅特種兵進行現場嘅軍事對抗演習。埃
愛爾納比賽強調喺模擬實戰嘅背景之下，要求參賽嘅部隊喺敵佔區裏邊完成長距離多課題偵察作戰任務。參賽嘅隊員要喺長達4日3夜70幾個鐘頭嘅時間裏面，喺環境惡劣嘅原始森林當中，攜帶大約30公斤嘅裝備器材同埋生活用品，突破喺各個交通要道嘅敵軍圍追堵截，長途奔襲100幾公里。期間只有唔夠3個鐘頭嘅休息時間。另外，競賽途中仲設有10個控制站，參賽嘅隊員必須要按照規定時間前後唔超過5分鐘到達各站，然後臨時接受下一個階段比賽嘅任務同埋下一個控制站嘅位置。所以，愛爾納競賽已經顯慘烈超乎想象，真槍實彈、酷似實戰言文於軍事世界。各國優秀軍人喺呢度接受生同死嘅考驗，挑戰生理、智力同技能嘅極限，被各國軍方稱為死亡角逐。中國嘅特種部隊自從參加咗呢個競賽以嚟，各個部隊就以呢個競賽嘅指標作為佢訓練隊員嘅參考指標。射向30公斤负重10公里越野航员木和推车运送弹药，比如对4层楼房的攀登，采用各种方法，一般8至10秒内即可通过。通过400米障碍，人都可以在150秒内完成。将推车运送弹药、航员木和自由搏击等训练科目的成绩，较在98年在爱沙尼亚组织的国际侦察兵竞赛的成绩相比较，差距甚微，有些个位成绩甚至超过了98年在爱沙尼亚组织的国际侦察兵竞赛的成绩。中國軍人同來自美國嘅海豹特種部隊進行咗包括上述內容嘅3項對抗演習，結果3戰全勝，令到國際裁判團嘅裁判大跌眼鏡。中國特種部隊嘅作戰能力越嚟越受到各國嘅關注。我哋知道現在嘅作戰啦，係好講求所謂嘅指管通情嘅，指就係指揮啦，管就係管理啦，通就係通訊啦，情就係情報啦。但我哋要知道啦，特種兵嘅使用咧，基本上就係用喺呢個進攻嘅方面，咁所以個主動權咧就會落係喺呢個解放軍嘅一邊嚇。